花西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25，旧历的正月14，礼拜4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个车驶了伤紧咯，搁一个美满的家庭起角咯。来看这件发生伫苗栗三湾的死亡车祸，一家口3个人，这个爸爸是驶着一台3门的轿车。 因为后座无方便来放儿童安全座椅，所以这妈妈就抱着后生坐伫个副驾驶座。为其他车辆的行车记录器，会当看到车祸发生进前，这个口的车驶了有够紧，无偌久就逆向，甲另外一台进口的轿车来相撞。爸爸甲一回后生不幸死亡。 姓柯的查甫人驶黑色的3门车驶个真紧，和别台车相闪身，过无几分钟，3门车冲去对向车路，撞到另外一台进口车，动力真大力，互2台车规个密密冒冒。警消甲驾驶和乘客救出来。27岁柯先生驶车载19岁太太和1岁后生，尾后边仔囝2个人拢无互救回来。太太是骨头断去受伤。我没有违规，是他违规，就已经从那边就已经冲过来了。对。警察调查，姓柯的查甫人酒测的数值0.15，个驶真凶，拢总互2人死去，2人受伤。啊，因的3门车，敢若是因为后座无方便放儿童座椅，妈妈就抱后生坐伫副驾驶座，才会互后生当场死去。 3门自小客车，后座乘客进出较为困难。该车并无安装儿童安全座椅。我会换车。哦，如果说是你的话，你会换车？对，小孩一定要换车。家属讲，姓柯的翁仔某有2个囡仔，过身的是慢囝，大汉后生无够2岁，互外妈照顾，因今年才登记结婚。有阵子跟我一起打电话跟我做。他年前的时候有说要带老婆小孩要回来，他是一个还蛮疼小孩的人。 少年爸爸啉酒，搁驶车载某囝，车顶搁无放儿童安全座椅，才会发生这车祸的悲剧。